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香港脫單指南研究所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牧羊啦。今日咧，終於換咗新嘅設備，有一支專業嘅錄音咪，希望大家可以聽得舒服啲。今日咧，想講個沉重啲嘅話題，希望大家都冇曾經經歷過嘅，就係出軌。想講咧，出軌受到嘅傷害咧，可能比分手更加大。分手咧已經夠痛噶啦，但係比分手更加痛嘅係，當你自己以為自己係被珍惜嗰個，被愛嗰個，但去到最後發現，其實對方一直喺你背後呃緊你。曾經講過話，永遠忠誠嘅另一半，最後親手將你推落深淵。你開始咧會懷疑啦，係咪我唔夠好啊？係咪因為我唔夠吸引啊？如果我再努力啲，個結果會唔會唔係咁？但係事實上，一個人出軌，從來唔係因為你唔夠好，而因為佢根本冇好珍惜你。而今集咧，牧羊會同你大家分析出軌嘅傷害究竟有幾深啦？點解佢會咁樣對你？以及點樣可以走出呢一種背叛帶嚟嘅傷痛呢？唔知大家有冇經歷過呢一件事？如果冇嘅，恭喜你；如果經歷過嘅，都恭喜你。想講呢，俾人出軌嘅傷害，其實比你想象中更加大，更加大。曾經一個你全心全意信任嘅人，突然之間變咗個你完全唔識嘅人。你認為喺愛情嘅世界入邊，至少誠實係基本啦，但係原來佢一直喺你唔知道嘅時候，用另一個身份去愛緊另一個人。出軌咧，唔淨止係背叛，仲要係對你嘅價值觀、信任，甚至連自尊心咧都被摧毀。當一個人瞞住你，當你最後發現呢個真相，你唔單止係要承受住被欺騙嘅痛，仲要面對佢已經冇咁愛你呢個現實啦。或者呢，你唔係輸俾第三者，而係你輸俾對方嘅選擇。出軌呢，最令人崩潰嘅係
係忍唔住會同自己再同第三者去比較，佢有啲咩係比我好？係咪我唔夠吸引？如果我再努力，個結局會唔會唔係咁？但係個真相係，你唔係輸俾第三者，而係輸俾對方嘅自私、自我。一個選擇咗出軌嘅人，佢唔係因為對方特別好，而因為佢選擇咗唔珍惜你，選擇咗唔理你嘅感受，選擇咗抹殺咗你哋一齊過嘅努力。因為真真正正愛你嘅人，唔會因為外邊有誘惑而放棄你。真係愛你嘅人呢，唔會用咩衝動啊、飲醉咗酒啊、寂寞啊呢啲理由而合理化自己嘅行為。咁如果對方話後悔，你究竟應唔應該原諒佢呢？當你發現對方出軌嘅時候，佢可能會喊住咁講：對唔住啊，我知錯啦，可唔可以同返我一齊？可唔可以忘記過去啊？可能佢跪低求你，俾一次機會我啊，我以後唔會㗎啦。但係呢個時候，想你好好問自己：你原諒佢係因為愛，定係因為你唔捨得啦？出軌呢樣嘢呢，唔係一個意外，唔係一個藉口，而係一個選擇。佢選擇咗出邊個世界，佢選擇咗眼前嘅美好，佢選擇當刻嘅刺激，而放棄咗你嘅感受。如果一個人真係愛你呢，其實佢絕對唔會咁輕易做出傷害你嘅事。佢係會因為後悔而返轉頭，定係因為發現自己冇辦法失去你？你可以選擇去原諒，可以唔選擇原諒，係唔代表你一定要繼續留低。希望大家好好考慮清楚。如果呢，仲聽緊呢個節目嘅你，喺當刻嘅現況係有同樣嘅經歷，而你又想走出呢個出軌帶嚟嘅傷痛，牧羊都想你知道以下呢幾件事。第一呢，就係講緊出軌其實唔係因為你唔夠好，而係對方嘅問題。你值得呢被專一對待，而唔係活喺不安之中。第二樣嘢啦，就係唔好將自己同第三者比較，因為你唔係輸俾第三者，你唔係因為個樣唔夠好，身材唔夠好，學識之力唔夠對方好，而係你輸咗俾對方嘅選擇。
第三呢，就係都想大家接受一樣嘢，就係一旦信任破裂咗呢，係好難完全修補。你可以選擇去原諒，但係現實嘅係呢段關係已經未必可以返返好似以前咁樣啦，因為有啲事發生咗就係發生咗，唔係話你做返幾多嘢或者唔諗佢就可以當件事冇發生過。而感情好多時候往往都係輸畀信任呢兩個字。最後一樣呢，就係你值得一個真係愛你、一個對你忠誠嘅人，唔需要再因為之前一個令你受傷嘅人而一直有個陰霾。其實你已經做得好好㗎喇。出軌嘅傷痛呢，真係嘅，可能會比分手更加痛，因為佢摧毀嘅唔淨止係愛情，仲係你對愛情嘅信任、你嘅價值觀、你對愛情嘅憧憬。但係你要記住，你出軌唔代表你唔再值得被愛，相反，今次嘅經歷只會幫你認清一個現實，就係你值得擁有一個更加好嘅人，一個永遠唔會拋低你、永遠唔會背叛你嘅人。最緊要好好愛自己啊！咁今集呢，大概想講嘅都差唔多啦。好多謝仲有聽緊呢個頻道嘅你，而未來都想繼續產出一啲唔同嘅內容畀大家聽。收到好讀者話，音樂好好喎，把聲幾好聽喎，講嘅內容都幾好喎，真心多謝大家。如果大家都有戀愛嘅煩惱、感情嘅問題，歡迎 DM 我或者投稿你嘅愛情故事，牧羊會為你一拆解。同埋記得follow同埋訂閱呢個香港脫單指南研究所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晚安，拜拜。